哇！你睇下呢隻燒鵝髀，呢啲咁高油高脂嘅嘢，食一隻啊，基本上就爆晒標啊！前排唔知點解，有幾下咧，突然間個心翳住咁，條氣又好似唔係咁順咁啊！哇！喺嗰啲血管指數爆晒燈嘅警號嚟喎！有一次有個老友話俾我聽，喂，有啲牛黃丸係可以保健用嘅，就係呢一隻啦，樂道安宮牛黃丸。嗱，藥方裏邊係唔含有朱砂、雄黃呢兩樣可能有毒性嘅中藥，所以正因為咁樣，佢咪可以日常保健用咯。我自己食咗3個月左右啫，前排我去做定期檢查，嗰啲指數完全冇問題。我哋堂大男人撐起頭家噶嘛，萬一我有事，咁你叫我啲屋企人點算啊？食完佢，我咪有翻啲 quota， 可以食多幾隻燒鵝髀都得啊！樂道安宮牛黃丸喺5月2號星期六嚟嘅，萬寧有出位價，平時咧係2250蚊一盒，出位價幾多啊？1599就有一盒9粒啊！難得有出位價，真係好抵買㗎，適合保健用喎，又可以睇門口喎。用嚟穩住三高、通心腦、預防腦意外，好好㗎。喂，出位價係全年最平啊，只限1日，5月2號，記住去買啊！